呢頭畫真係好靚。咁其實我啱啱咧睇到有一篇咧，佢講到咧，真係好犀利。我覺得喺 YouTube 嗰度要講下。咁咧佢講到咧，其實咧佢話咧係佢話咧佢講咧其實咧有好多人啦，或者好多病嘅人啦。咁其實病嘅人咧好重要啊！當佢往生嘅時候係辛唔辛苦啦，同埋應該咁講，其實往生咧其實最緊要係無病無痛，學佛嘅人都知道呢個係最重要嘅往生嘅方法係無病無痛咁往生。咁但係咧有啲病人啦其實會係喺個時間咧會有阻礙有障礙去往生。本書我啱提到係有障礙去往生，同埋咧有啲就係往生得好順利咯。咁點解佢會往生得好順利咧？其實就因為係結過善緣咯，一啲好嘅緣分。咁當佢要往生嘅時候咧，有班人會走出嚟幫佢做咩咧？就係幫佢念佛。而幫佢念佛嘅時候咧，如果嗰個人咧壽元未盡啦，佢會繼續可以延長到佢壽命㗎。因為係念佛本身會增加福報，所以佢個壽命會延長。所以我點解講其實要觀佛咧？要觀佛同埋要念佛。其實咧我頭先再提咧，念佛係我哋大部分時間要做嘅嘢，但係觀佛咧，我哋唔可以刻刻秒秒時時刻刻去觀到佛。我哋要透過念佛咁長嘅時間，間歇性我哋就要觀佛，就會喺現世會得到利益，同埋會增加我哋嘅福報，咁同埋會令到我哋身心都會清淨，行翻正嘅念咯。咁頭先我睇到好犀利，就講到咧喺東林寺啊，咁佢話咧有一班助念團啦，出嚟幫一啲病人去助念。咁助念嘅時間咧，其實嗰班人其實都唔知嗰個病患者其實會係往生啦，定還是會壽命繼續延長落去嘅。咁結果咧有啲病人咧就因為係東林寺咧咁好一班助念團啦，即係呢啲係真係結善緣啦，佢就人哋咁誠心咁樣去幫佢念佛啦，所以佢就壽命可以延長咗。咁而有啲人就可以順利咁樣去往生咗咯。咁其實佢係講咧，其實所有嘅你結過嘅善緣啦，其實你會結過嘅好多嘅善緣。咁但係咧我哋咧求生去一啲好嘅地方啦，我哋咧唔係應該係只係祈求諸佛菩薩咧賜我哋身體健康，我哋應該放下所有嘢，希望去到順利去到往生。呢個咧先係正確嘅嘢。因為如果你求生放下所有嘢，求生往生咧，可能未必會往生，可能個壽命會突然間會壽命會增長，因為你放低晒所有嘢。佛菩薩可能會加持，或者你本身有福報，壽命係得以延長。但係如果你好執着咧，繼續可能要好返或者身體健康咧，可能未必會咁樣咯。呢個係啱啱睇書學翻嚟都係。